新鴻基而出現5A 期。上次我哋前幾個月睇咗套168方嘅4房，而且係睇成個紫馬嶺公園，景觀非常之靚嘅。依家最新嘅成交價先係13000幾。我哋依家再去睇下仲值唔值嗰個價。喺中山冇邊個樓盤嘅入戶大堂呢，可以做到有小區大門嘅標準咁樣。呢個呢，就係真正嘅5A 期樓王，睇成個紫馬嶺公園嘅。我哋可以睇到呢一棟嘅位置呢，就離公園門口呢，只需要步行2到3分鐘就可以到啦。旁邊就係紫馬商圈加我哋嘅金融中心，衣食住行非常之方便，就喺屋企門口一站式搞掂。跟住鏡頭睇返我哋戶型啦，呢個就係一個長陽台，南向大廳同埋房全部朝南嘅，仲有個入戶花園，贈送係非常之多嘅。我哋可以睇返呢度嘅房咧都唔細嘅，非常符合呢個小區嘅設計。就按照呢個單位嘅標準咧，喺呢個小區買樓咧，13000幾嘅成交價參考。咁你哋買早期㗎啦，同埋買新房都可以按照呢個價去參考。周邊嘅小區大單位同埋細單位都一樣可以參考嘅，因為唔同嘅單位小區嘅差價都係有嘅。就好似依家呢個小區呢，細單位同大單位差價都可以去到3到5千蚊嘅。喺中山如果唔想買貴價樓或者擔心俾人呃嘅話，可以繼續 follow 我或者私信聯繫我都係 OK 嘅。以上呢，就係出現最新嘅成交價分享。